來看輕度風颱米克拉雖然無直接影響台灣，也毋過風颱外圍環流加上西南風增強，屏東縣昨半暝雨就一直落，有真濟所在攏做大水。當地鄉的德英村水是淹到大腿哦。屏東市區往林路鄉的第一線是有車撩佇半路，奧多擺嘛無法度騎，攏先停佇加油站。九如鄉到早起11點累積雨量已經是全國上濟，24點鐘的累積雨量是超過450毫米。另外，山區的春里鄉、樹文川、房山嘛影響到交通哦。今仔早起7點外就宣布講全村停班停課，屏東縣嘛對下晡2點開始已經全縣停班停課了。雨親像用到的，居民較浸佇水，豆豆行較安全。這是屏東中地的德英村，對25半暝3點外開始，水下袂離就規個淹去。有的徛價已經較懸嘛，是淹對厝內。有民眾的車停佇門口，共款淹到裂仔。村長和代表無奈，只好撩水巡災情。另外，屏東市區各類位出現積水情形，民生路第一線往林樂方向，上班的車無法通行，有的翻頭。但是有車掉佇路中無法頂動，真濟騎奧多巴的人暫停路邊加油站。市區太蛇溪是像要填出來，溪水一直對橋底牆。你說你幾點來上班？6點半。6點半來的狀況是怎麼樣？就淹上車輪胎了，因為沒人交通指揮，所以大家亂成一團。現在怎麼辦？不曉得啊，因為那邊剛才要過去，那邊也那個啊，也過不去啊。因為很久一段時間沒有淹像這樣了。狀況大概到小腿肚這邊了。中潮期。對。啊，它現在就是液體了嘛，哈。對。除了市區九如、鹽埔、內埔同款有大雨水以及警戒，李港鄉的田園攏淹去，橋仔泡佇水裡。因為無宣布停班停課，內埔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落雨騎機車趕到學校上課。屏東山區春日鄉樹文村因為累積雨量超過400毫米，村內土石崩山影響居民通行。7點外，縣府就宣布全村停班停課。今天早上清晨3點半的時候，我通報了。我們春里鄉防災中心最擔心學生的安全，也擔心老師的安危，所以我們今天緊急通報給公所，也給鄉長，希望能夠市委能夠停班停課。受到風颱外圍和西南風影響，屏東縣雨量驚人。氣象署統計到11點左右，累積雨量上懸佇九如鄉已經到474.5毫米，有6個鄉鎮超過400毫米。屏東縣政府臨時宣布，對下晡2點開始全縣停班停課，希望民眾提高警覺，注意安全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